后来，这王金平还来参加着总统的初选，高雄市长韩国瑜除了意外，嘛来发出着声明，讲王金平是国民党的重要资产，伊感谢王议长过去的提拔的谨记在心，嘛一定会甲王议长留伫个党内共同来奋斗。朱立伦早起是继续提出着政见，讲要启动修宪，行向着内阁制。郭台铭是穿短裤白龙船，展现好体力，为总统初选全力冲刺。拜五第18站节啦，郭台铭早时6点半，穿一件短裤，挂一个乌目镜，到新北市新店碧潭咧过龙船。再滑一圈，我要再滑一圈，好玩，我要运动。伊讲伊要运动，安尼认真咧过龙船，展现伊好体力，为了总统初选全力拼落去。队员嘛替郭台铭准备早顿。另外一头朱立伦面对总统初选，渐渐成做郭台铭、韩国瑜两个人的战场。伊提出启动修宪，要行向内阁制。内阁是我们最高行政机关跟最高行政首长，所以应该要回复我们的阁揆同意权，否则的话，真的行政院就像是有责无权，随时准备下台。讲好行政院长稳定施政比较较好，一上任会马上提出宪改方案。最单纯的先回复阁揆同意权，同时让我们18岁可以投票的公民权，同时总统有符合现有宪法的规定，每一年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，并接受立委的建言。国民党总统初选即摆减一位竞争者，朱立伦伊无放弃，持续捧出愿景。初选政局会如何发展，备受关注。